美匯指數反彈重上100關口，一眾嘅主要外幣對美金整體嚟講都普遍受壓。咁嚟緊呢個趨勢會唔會持續呢？大家好，歡迎收睇論外匯。今日係11月24號星期一，我係 Colly。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上任咗，講緊係短短1個月啦。咁但係咧過去呢1個月內咧，我哋見到日紙對美金，以至到對整體嘅主要貨幣嚟講咧，可以話走勢都係比較落後嘅。基本上咧都係反覆向下。咁部分咧相信都係因為高市早苗其實佢嘅政策取向咧，咁對於日紙匯價嚟講咧，可以話係相當之不利。咁其實喺高市早苗當選之後咧，市場已經係覺得佢比較傾向一個財政刺激啦，同埋比較政策貨幣上比較寬鬆啲嘅取向嘅。咁而喺佢上任之後咧，經濟政策方面咧，咁佢一方面咧就係公開要求日本央行去配合佢嘅政策，唔好加息住啦。咁另一方面咧，最新就提出咗一個21.3萬億日圓，即係挨近1350幾億美金嘅一個大型刺激經濟方案。咁佢希望呢個方案咧可以幫助去改善日本嘅經濟啦。咁但係一講出嚟之後咧，市場就對於日本本身已經好龐大國債嘅規模咧，再進一步擴大咧，好有憂慮嘅。咁我睇翻日本嘅長債息咧大幅攀升啦，咁已經係反映咗啲方面嘅風險。咁其中咧，我見到日本嘅20年長債息咧一度更加攀升到26年以嚟嘅最高水平，挨近2.88厘嘅。咁喺政治上咧，因為佢言論比較激進啦，咁就亦都激嬲咗啦亞洲周邊嘅一啲鄰近國家，咁令到咧相互之間嘅政治氣氛比較緊張，咁令到你國際資金咧流入翻亞洲區域咧，可能有所遲疑，咁都會影響到整體區內嘅貨幣，中日韓啊、澳洲紙、紐紙啊，整體都會受到影響嘅。咁而日紙作為美金同歐羅以外嘅第三大貨幣啦，咁其實佢去咁急去貶值咧，咁難免咧都會拖累到其他主要貨幣對美金嘅走勢，咁以至於咧其實都推動咗美匯指數咧，上個禮拜已經係重回翻100點關口樓上啦。咁雖然啦，其實面對住日紙嘅急速貶值啦，我哋見到日本嘅財政部啦，同埋日央行咧，其實都分別警告咗嚟緊啦，可能會出手干預或者做一啲加息嘅舉措去撐翻匯價，咁令到咧日紙我哋見到係158對1美金左右嘅水平咧，暫時都見到有一定嘅支持嘅。咁但係咧嚟緊，相信市場咧仍然會繼續測試咧日本財金官員對於維護日紙匯價嘅一個決心同埋底線。咁短線嚟講咧，日紙都係比較易跌難升嘅。咁喺呢段時間入邊咧，相信咧美匯指數嘅走勢咧都會保持一個相對強勢。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另一邊廂咧都要留意翻市場對於聯儲局12月份減息嘅預期咧嘅變化，其實都會影響到咧美金嘅短線表現嘅。咁雖然整體嚟講咧，市場對於聯儲局12月份減息預期咧已經係下跌咗㗎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見到個預期咧係比較波動一啲嘅，好似上個禮拜咁啦，最低試過挨近去到30% 嘅機會。咁但係到今個星期咧，市場又覺得咧減息機會去到60% 啊。咁主要都係因為咧，其實聯儲局局方入邊嘅官員咧，其實對於嚟緊減息前景嘅睇法咧比較分歧一啲。咁所以市場都會受到佢哋嘅言論所影響嘅。咁另外咧，今個禮拜就會係美國嘅感恩節啦。咁而禮拜5咧就會係美國嘅零售銷售關鍵日子。咁嚟緊呢段時間出嚟嘅零售銷售數據咧，都會影響市場對於美國經濟前景以至到減息前景嘅睇法。咁我哋都要去重點關注翻嘅。咁始終啦，其實美國就算係10月份唔減息住啦，咁但係佢嘅減息前景咧，咁相信仍然係冇變。咁就算推到出年嘅第一季減息啦，始終成個減息週期咧仍然係存在嘅。咁而且咧喺美國結束政府停擺之後咧，咁我哋都見到其實唔少嘅政府數據出嚟咧，都見到其實美國經濟損失非常之巨大，而且係追唔翻嘅。咁所以中長期嚟講啦，相信美金嘅走勢咧仍然係偏淡。咁嚟緊上方比較大阻力咧，美匯指數會挨近喺102左右水平要關注翻嘅。咁而今個禮拜其他焦點咧，首先就係留意翻紐西蘭央行星期3嘅議息會議，目前市場預期減息25基點咧就係緊㗎啦。咁揸住會唔會去到減息半厘？咁如果咧真係減息半厘嘅話咧，咁相信咧對於紐指嚟講咧，走勢會帶嚟新一輪嘅壓力啦。咁而且另一方面都要留意翻紐西蘭央行對於利率前景嘅睇法。咁因為依家現任嘅央行行長咧嚟緊係今次議息會議之後咧就會卸任啦。咁行長換屆啦，咁對於紐西蘭嚟講咧，可能都會帶嚟一啲貨幣政策上嘅轉變啦，咁市場比較關注翻嘅，咁但係相關不確定性咧都有可能係短線嚟講咧，令到紐指嘅表現會落後於其他嘅主要貨幣。咁另外就係留意翻11月26號，同樣係星期3咧，英國就會公布最新嘅秋季財政預算案。咁市場都期待呢個預算案好耐㗎啦，咁睇下究竟咧英國政府最尾會出啲咩招啦，去希望可以重振翻市場對於英國政府財務狀況嘅信心嘅。咁如果市場咧買帳嘅話咧，咁當然唔排除咧可以提振翻英鎊近排表現啦。咁另一
方面啦，如果帶嚟一啲政治方面嘅負面影響嘅話咧，咁可能英鎊嘅走勢咧有機會再進一步下探，相關風險大家都要關注翻嘅。咁最後都要提大家，下一集12月8號嘅另外會咧會暫停一期嘅，咁下一次會係12月22號咧再見大家啦。咁嗱，傾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